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微語頻道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講，作為香港人，我哋點樣可以利用手機同 APP 應對可能發生嘅天災，保障自己同家人嘅安全。我哋香港雖然唔係成日有大天災，但颱風、暴雨、山泥傾瀉呢啲都唔少見。正所謂小心駛得萬年船，無論如何，我哋做好準備係冇壞嘅。喺手機入面有幾個 APP， 我強烈建議大家下載。第一個係香港天文台嘅我的天文台，呢個 APP 可以即時睇到天氣資訊、颱風路徑、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報，仲有地震速報功能，幫到你第一時間知道最新情況。第二個係香港政府通知你，政府會透過呢個 APP 發送緊急通知，例如颱風信號或者其他災害警告，確保你唔會錯過重要資訊。講到政府通知，其實除咗 APP， 政府仲會透過手機嘅緊急警報系統，直接推送警告俾你。記得喺手機設置入面，開啟緊急警報功能，咁樣即使你唔睇 APP，都會收到通知。另外，政府亦會透過電視、電台同社交媒體發放消息，所以多留意新聞同官方公告都好重要。可能有啲朋友唔太清楚點樣開啟緊急警報功能，唔緊要，我而家簡單教下大家 iPhone 同 Android 手機點樣設置。首先講 iPhone， 用家好簡單，只要去設置，然後揾到通知，拉到最底，就會見到緊急警報嘅選項，記得將佢開啟。當政府發出緊急警告，例如颱風或者地震通知，你手機就會即時收到訊息同聲音提示，即使手機靜音都一樣會響，提醒你注意安全。至於 Android 手機，設置方法都差唔多，但可能因為唔同品牌嘅界面有啲分別，位置會唔同。一般嚟講，你可以去設置，然後揾到應用程式與通知或者通知，再揾到無線緊急警報或者類似嘅選項，將佢開啟就得。如果唔肯定，可以喺設置入面搜尋緊急警報呢幾個字，通常都揾到。好啦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咗香港應對天災嘅手機應用程式同設置方法。所有應用程式嘅下載連結，我都會擺喺視頻嘅描述欄入面，大家可以去嗰度揾到。除咗下載 APP， 我哋都要準備一啲緊急物資，例如乾糧、水、急救包同便攜充電器，咁樣先至最萬無一失。希望今日嘅內容對大家有幫助。如果你有其他好用嘅 APP 或者天災應對心得，歡迎喺下面留言同我哋分享。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 唔好錯過我哋下次嘅視頻啦。下次我會同大家講一講去日本旅行或者公幹嘅天災準備，記得留意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